住咗俾你人見到。佢有時攞出嚟俾啲人睇嘅。講過啦，仲就多嘢嘅。的確嘅。換晒嗰個白腿機。但係即係嗰個好似高達到高峰。下一站友澳城養生學校。把聲嘅過路途中被查獲。下一站主要是小心啲喎，冇俾我走過路途中被查獲。但係即係係唔係深入食啲嘢先啊？我深入食市區咯。哇，小狗狗！只有30，如果夠我用10F4K 啊嘛，用4K 影，好咩嘅？唔好啊！我呢個大把容量。唔係啊，即係4K 就佢話真會壓縮你 send 咗平台之餘咧，佢冇4K 完整之餘咧 send 好耐。我冇用4K，我冇用4K，我用 HLFD60啫。即係180。係啊。咁重嘅呢種。有時見咗學校。我少見呢一間學校有嘢咯。因為呢一度好似係寄宿學校啊嘛，我記得。冇時間。呢個好耐啦。之前嗰個佢，你睇交通事務局犀利，叻仔。哇！2張10S1。叻仔。一個冇一個。一個花去一個唔係一個9號水庫加去公園，即係一個9號水庫加去公園城大。唔係啊，一個係翻去9號聖母嗰個，跟住一個翻回福㗎。佢開始收喺所廿人。錯咗。嗰啲狗會用太錯。我啲21幾已經拆得㗎啦。我知你點解羨慕我啦。你有防手震嘛？唔係啊，好順暢啊！睇你。哇！呢度竟然有人坐車喎，幾奔！我唔係啊，呢度就得2條路線，坐得唔得啦？數碼停車，數碼停車。
達終點站，請各位乘客攜帶所有私人物品落車。歡迎再次。本班車到達終點站，請各位乘客攜帶所有私人物品落車。歡迎再次乘搭新福利巴士。本班车到达终点站，请各位乘客在所有事宜